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聽6月3日天機財迷預測。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日咧，都打升中嗰條三重彩啊，下半場真係有啲混亂啦嚇。潘頓上半場波晒老冇人，下半場就全部唔見晒人，冇辦法㗎，我哋好難估佢嘅。佢攞住啲靚嘅馬，亦都有啲好好嘅馬，隻時時都可以冇埋咁啊。我自己就因為咁樣輸錢，好彩最後連續嗰幾場追翻晒。聽日咧係一個好混亂嘅日子嚟嘅啊，戊日。明明係偏財日，但係因為貴月嘅戊日咧係衝嘅喎。上次跑過一次發育谷咧，衝過一隻200蚊批走入嚟嘅咁爆咗兩隻冷門，就係戊日會發生。平時戊日咧係落飛好，聽日戊日咧落飛都未必好啊，所以係極度混亂日子。我諗4連環嗰啲都要拖下啲冷門嘅。見到潘頓6隻坐騎都3.25倍，咁我自己偏向覺得咧，艾兆禮9隻都係3.5倍，會唔會爆冷咧？如果艾兆禮聽日一唔好嘅話咧，就其他騎師隨時走出嚟㗎啦。我覺得就正中亂局一日，騎師王唔值得到，我自己偏向覺得騎師王唔值得到。我覺得練馬師王咧，廖康銘有啲馬惡，高東尼有啲馬惡嘅。但係咧，沈集成咧其實9隻馬。我就咁齋睇賠率咯，我自己估計咧，聽日28分以上應該點都練馬師王攞緊，隨時以下都有機會嘅，24至28分攞練馬師王。我見到沈集成嘅馬，起碼有3隻可以。我估計有18至24分啦，我估計有3隻馬加埋，會唔會沈集成易啲贏到練馬師王咧？我唔知。我覺得聽日係容易爆冷，但係問題沈集成都有一半數嘅馬冷門，會唔會爆佢嗰啲？而佢爆一隻冷門加多嗰3隻穩陣，就已經可以攞到練馬師王咧。所以我反而覺得咧，你想爆冷，你走去騎師王度掘下。練馬師王我覺得4.5倍，唔知大家會唔會買？但我覺得幾好。打升打咗3場，但係其實2場都係心水嚟嘅。當中就係其中一隻，我覺得會有機會 OK 咧，就係潘頓騎上隻節節有福咧，係贏嘅。上次好有黑去跑呢隻馬嘅，我自己偏向覺得咧。呢隻可能會幾好，另外咧，翠湖烈風咧係衰咗個磅啊，落班我覺得係着數，唔係即係衰咗個135磅，要孭個重磅，輕鬆大小都應該可以追到。如果有少少步速咧，我揀咗3隻後追馬，但係問題咧，好似咧個都有啲機會，因為狀態好好嘅。5場，5場打升咧，因為我覺得簡單啲。首先星辰千歲穩陣啊，我覺得隻馬潘頓其實呢隻馬都似有分嘅。佐治傳奇咧，我自己偏向覺得咧，其實去翻沙田一定上名㗎。上次發谷都我覺得都 OK 啊。伍彭志係啄下呢啲馬㗎啦，我覺得呢隻馬係有分嘅。天下總兒上次我好戇交咁樣買咗呢個二重彩全餐，點知就開朗日自強就條二重彩全餐仲輸俾個屁添，中都冇用。今次一檔。肯定盡力㗎啦，但係隻馬幾多料？潘頓打20幾邊贏嘅馬，有幾多隻馬要打20幾邊先贏咧？隻馬唔係好高啊，一檔都好難贏得到嘅。但係咧就即係起碼佢有心去搏咯。半冷嘅話，星光快驅同焦點呢啲雙 T 軸心呢場反而我覺得難爆。跟住之後去到第7場啦，第7場咧打升其實我就未必應該打升，因為我飛咗啲熱門嘅，因為咧武林寶典咧我有郭富城4人8字啦，上次隻武林我都覺得唔係好得啦，臨場只係佢有飛啊拖翻少少啦，唔好理佢武唔武林啦，郭富城差，而呢隻馬又唔係話特別好勁咁，王者有利係全場最靚嘅馬。開心指數如果唔係9檔嘅話，我會一定買批嘅。但係而家9檔佢唯一會輸呢樣嘢。快活英雄上次即係前一次贏馬咧，係贏到我眼都突埋嘅。佢發育谷可以係勁得好犀利，都唔排除嘅。所以咧，我搏咗3隻，起碼唔係佢大熱門嘅馬。跟住之後再揀嘅話，究竟就係咪真係福星小子？就再睇下蔡漢仲有冇其他馬，或者會唔會艾兆禮有冇咯？有嘅話就更加大信心咯。跟住8場啦，首先一件事先，包裝福星都上次我贏唔到，我唔中嘅。呢場馬如果純以睇馬，我自己偏向覺得咧，就太陽勇士隻馬靚。問題係咁啦，布文騎喜連勇敢係勁嘅。布文騎銀量奔騰係極好，不過1、2、3磅應該做唔到。而家問題就係阿潘頓布文騎唔到，揾翻阿潘頓騎隻銀量奔騰喎。我自己覺得
太陽勇士搭翻銀亮賓騰好似都合理，而一起美麗真係好準咯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場咧。我冇買呢個包裝福星做，即係擺佢喺個膽度。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呢場馬咧，即係太陽勇士同埋隻銀亮奔騰咧，我覺得始終都係好啲，或者一係美麗啲3隻咯。奔放11檔 cut 埋嚟就奔放咧，如果係奔放太奔放都應該唔到㗎啦。我自己覺得個情況就係咁，一路中開都未必會買。咁啊，聽日咧其實係一個難倒嘅日子啊，佢冇乜帶動咧，騎師練馬師可能咧好多都平均有分。咁我自己覺得就騎師王，大家賭唔賭爛自己諗啊，始終佢哋有啲勁馬喺度，但係唔穩陣。咁我自己偏向覺得，如果聽日輸開錢唔好賭，周嚟轉月啦。我諗轉咗月之後咧，行翻入甲月咧，其實呢大家咧易賭啲。今個月季月好容易輸錢，我自己都係容易輸錢。咁啊，不如就克制下啦嚇。